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嘛是互人想袂到，讲这个水饺的热量是不止啊悬哦。用这个水雷沙，口味较正的高丽菜水饺，若是食一个20粒，热量是高达1200大卡。营养师讲，这个关键是内底所包的餡甲料理的方式。 美食百百种，高丽菜水饺跟沙威玛，你认为哪一个热量会比较高呢？沙威玛吧，应该是沙威玛吧。沙威玛，它的那个配料比较多一点。看起来热量真高的沙威玛，虽然是胖加料，不过若是选择烘焙无加酱，热量够算 OK。真侪人当作用水菜水饺较无负担，不过关键伫的餡包的是加肉。水饺、汤包这些食品，它是属于绞肉做出来的东西。那绞肉的话，是市面上的那个绞肉成分，大概有30%是肥肉，所以市面上的话，如果你吃的是绞肉食品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一个地雷食物。有营养师伫面册分享常常看到的国民美食热量，像高丽菜水饺20粒就有1200卡，其他包括炒米粉、卤肉饭、炒豆腐，嘛袂使食伤济。 煎炸或是说一些勾芡的食物哈，那这些都是一些隐藏里面高脂肪的食物，可以尽量选择一些蒸的、卤的、烤的这样的食物的话，烹调方相对用的油是比较少的。另外，像肉丸和煎的相比，食脆就更较健康。营养师就提醒，实际热量因为无同的制作方式会有差。不过，不管是食倒一种美食，拢建议营养爱较平均的。上好是搁加一寡青菜或者是清汤，互家己有食饱的感觉。嘛袂惊一个无细腻就食到伤济热量。